神七的样子哦。啊？什么七？我说神七就是有趣的意思啊。哦，对啊，我看的笑话全集真的很有趣哦。那等一下我写完功课我也要看。没问题，等一下借你看。哇，原来是笑话全集啊！难怪小蜜看了都一直哈哈太呢。彤彤姐姐，你是说我哈哈大笑吗？没错，小蜜好棒哦！太呢就是大笑的意思。那彤彤姐姐你先看，保证你也会哈哈大笑哦。真的吗？我来看看有什么好玩的故事。这个故事真的很神奇耶！我念给你听哦。他说啊，小明每天上学都迟到，老师就很生气的问他说：“小明，为什么你每天上学都迟到呢？”小明就很无辜的说：“哦，因为学校前面插了一块牌子，上面写说前有学校，请慢行。我每天慢慢走，所以才会迟到啊。”好好笑哦！我写完了，我也要看，你也要看呢？好啊，给你看。神七有趣，神七有趣。这本故事书很神奇耶！小蜜借你看。好啊，谢谢彤彤姐姐。这本漫画我也有看过，很神奇耶。那这本我也要借。没问题。那大笑，那大笑。来，点点跟着彤彤姐姐一起胎那3声，哈哈哈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每天胎那3声会让你的心情很好，身体也更健康哦。我们再做一次，来，胎那3声，哈哈哈。哈哈哈！神七那，这2句客家话，小朋友学起来了吗？小朋友，你们也要笑口常开哦！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见，张瓦亮。